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今天聊什么呢？今天聊一聊啊，就是你有没有想象过财富归零、清零最快需要多长时間？有人说啊，那我買车、買房那个啊，不要说快，那个交易时间还挺长，对吧？好歹还付钱，还要输密碼，对吧？还要这个各种手續啊。有人说，那我手上就100塊，我这不100塊去超市買東西，那也要結賬啊。這個史上最快的財富歸零事件，這錢沒了，甚至啊，突然還不僅錢沒了，還背了一屁股債。這個最快是多長時間呢？現在這個記錄已經出來了啊，就是不到2秒。這是咋回事呢？前幾天就發生在香港的中環，只需要短短2秒鐘，很多人不是一個人啊，一輩子的積蓄就沒有了。8月19號晚上，也就是1周之前啊，21點34分48秒到50秒，你看精確啊，就是2秒鐘。就在這短短的2秒鐘啊，新橋資本倫敦交易平台上呢，出現了非常罕見的一幕，大量的賬戶啊，在2秒鐘之內被系統自動生成了巨額的黃金空單。最近這段時間啊，黃金好像從400多4000多，不是彈到4600了嗎？它是在一個反彈的趨勢中，這個時候下空單啊，這個也挺匪夷所思的。這麼多賬號啊，這麼多人吶，平常的交易啊都不到1手，這時候突然冒出104手、173手，甚至啊還有2391手的這種大空單，而且幾乎同一時間，黃金的價格卻大漲了4%，而且這些賬戶啊基本上都有200倍到500倍的槓桿。所以咱們韭菜啊，買房5倍槓桿，這算啥呢？對吧？你看這個市場多慘，多刺激啊！200倍、500倍的槓桿，結果啊，那你對吧？黃金漲了4%，他們卻莫名其妙多了那麼多手的空單，嘿，對吧？那不是褲衩子就沒了啊！結果就是賬戶集體爆倉，很多人幾十萬、上百萬的保證金直接清，還有人爆倉之後啊，道歉平台22萬美元，這裡面有3點是非常離譜的。第一點就是很多人根本就沒有開通什麼跟單服務，這個顯然是個跟單服務啊，這系統自動替你下單，你也不需要做任何操作，要不然怎麼會這麼快呢？你任何人操作都要下，要敲啊，對吧？然後又是確認啊，怎麼可能2秒呢？所以說這就是系統啊，快呀！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這賠錢也是唯快不破啊。那沒有開通什麼跟單服務，也沒有授權自動交易，但是賬戶呢，照樣在同1秒鐘被開出了大額空單，1秒鐘之後直接爆倉。用戶設置了什麼止損線啊，單筆首付限制啊，對吧？完全沒有用啊，都突破這些所有的條條框框限制。第二個呢，就是倫敦金，但是一手合約名義價值45萬美元，很多人的賬戶啊只夠交易1-2手，因為你的賬戶保證金只有那麼點，對不對？只能交易1-2手，但是呢，突然被平台塞進了104手空單，名義敞口直接達到了4680萬美元。你說這是普通人能幹的事嗎？4680萬美元呢？然後呢，本金還道歉平台22萬美元，就是本金自己虧完了，你還欠平台22萬美元。最高的名義敞口達到了10.7億美元，遠遠超過了這些客戶的實際交易能力。你看，這是平台啊賦予你的能力，一下一個普通人一下就擁有了4680萬美元。這個平台這麼多散戶，這麼多人啊，一共背了10.7億美元，想都不敢想啊！那些沒有爆倉的人呢，試圖把錢取出來，結果發現錢也取不出來了。第三點就是爆倉之後啊，這大批投資者就去香港中環找這個公司要說法，發現啊，辦公室早就人去樓空。平台給出的解釋是說啊，他們這個基於量化自動跟單策略出現了問題，但是賠償措施啊，也就是退幾百塊錢的手續費，也就是我就賺了手續費，手續費給你賠了就完了，只有你們的損失，那對吧？那你找市場啊。所以基本可以斷定，這種精確踩雷事件根本就不是什麼意外，而是有意設計的。其實啊，
這就是一個精心策劃的精妙的殺豬盤事件，一把梭哈啊！再看看这個公司的面目，就更能確定這一點。這個新橋資本是今年1月6號才開始，剛剛更名，這個業務運營時間也只有7個月。那它的官網號稱是有好幾個國家的正規牌照，但實際上要麼是掛靠，要麼都是假的。正規平台是禁止給客戶開出30倍以上的槓桿的，但是新橋資本給客戶開出的槓桿最高可以達到令人瞠目結舌的多少呢？你自己想吧，你覺得槓桿多少合適啊？最高可以達到1500倍，也就是說啊，如果你做多，你加1500倍的槓桿，那只要往下跌0.067%，你就沒了。如果你是做空，对吧？給你加1500倍槓桿，那也就是說，只要上漲0.067%，稍微一個波動，反向波動啊，你就褲衩子都沒了，刺激啊，太刺激了。所以這種微小的波動啊，對黃金來說啊，真就是幾秒鐘的事啊，而且啊，它容許你用穩定幣來入資，不僅匿名，而且可以自由跨境，也就是說割韭菜不分啊，什麼這個那個的，对吧？你什麼渠道都行啊。只要你把錢搞過來就行，反正最後都是挨他一刀啊，一把給你割完，你拿什麼來讓他割都行。那有人就说了，那這幫人把錢整哪兒去了呢？這個沒有辦法追蹤啊。這家公司的宣傳也主要是依靠短視頻和微信群吸引好了他的畫像啊，也就是他的用戶畫像。他的用戶到底來自哪兒呢？他雖然在香港中環啊，但是他的用戶啊，全部是來自內地。通過抖音啊，通過微信，通過群宣傳，這種量化交易，各種交易啊，交易策略，那不是好多人一聽說量化就賺錢嗎？想加入量化也加入不了，對不對？想去站頂關站不了，那騙子就利用這個告訴你啊，我們就是做量化，我帶你一起飛呀。然後他就通過短音、這個抖音，通過這個社交媒體，通過微信群建群是吧？引流，吸引的都是內地人啊，把高風險的衍生品包裝成了3個月零回撤的穩健理財，還曬出了5萬，就是5萬本金，賺了34萬的這種假戰績來吸引人。所以這個平台本質上就是一個能隨意割用戶的黑都城。其實利用倫敦金交易來搞殺豬盤，在香港已經是非常古老的老套的劇本，只不過是很多內地人不知道，都想着發財。所以我早就說了啊，你想賭博，你還是在本地紅綠市場好嗎？好歹你還可以是吧？到時候還可以找有關部門去喊冤，叫苦。最著名的就是謝兆凱，他外號金融界，他的公司就是大量從內地招攬客戶，利用倫敦金交易来搞殺豬盤。全世界最大的青花私人收藏家葛飾科2年就在這個項目上虧了5.8個億。今年4月份，79歲的謝兆凱上班路上就被人給刀了啊！可見有多少人想弄死他，也就是害了多少人，割了多少韭菜，割了1萬個韭菜，這1萬個人裡面只要有一個腦子不太正常的，他就有可能去刀他啊！大部分人認栽啊，大部分人通過法律手段去維權去告他，但是都沒用啊！所以那有人就鋌而走險，就急了，對不對？就去刀我好不了，你也別好。就像那個有個幣圈大佬是吧，在巴拉圭高墜，裸體高墜啊，一樣的。這種錢啊，有命賺沒命花，太血腥啊！那有人就說了，那這些損失能不能通過有關部門，通過警方，對吧？你就報案把它搞回來啊？告訴你啊，基本沒戲，因為境外的外匯保證金槓桿交易，在我們這兒那是明確禁止，這是違法的啊。而在香港呢，他也沒有能力去打擊，不然這種騙局怎麼能搞這麼多年還能繼續呢？所以只能認栽啊，認倒霉。有很多朋友在紅綠市場還覺得不過癮，不夠刺激，去海外對吧，或者去香港掙這些事，實際上就是送錢給人家啊。什麼時候收割？那人家是看這一波攢齊了沒有，看一看，差不多了，攢齊了，好。晚上對吧，給你來一下，然後人家再換個新的馬甲，接着玩。這個比紅綠市場刺激啊！紅綠市場咱實話實說啊，如果你只要不上槓桿，
對吧？不搞融券什麼的啊，融資什麼的，完了之後你就跟那个电工爷叔一样的死買完了握在那儿，它不就是清零呢？哎，即便清零那都退市，对不对？退市现在退市有这个風險啊。那你買中石油，對吧？你買工商銀行，你買這個什麼這個茅台之類的啊，它雖然爛，但退市倒不至於啊，是吧？咱們的紅綠市場啊，講究的是什麼？講究的是，對吧？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基本上，對韭菜根還是要保護的，因為韭菜根挖掉了，那就沒有了。所以講究的是，我們講究叫可持續性的割，對吧？也就是你這個模式有沒有持續性呢？那當然有持續性了，有持續性那就要求這個韭菜不能死絕了，不能割絕了。所以韭菜一茬一茬的啊，完了之後那個老韭菜啊屹立不倒，慢慢割，千刀萬剮。所以我們這兒是堅決反對，對吧？那種槓桿，這個對場外交易的這種槓桿是打擊的啊。我們好像我們認的槓桿才多少？融券融資還就1倍吧，而且也不提倡。不管怎麼說啊，這些人呢，反正2秒鐘都同情不起來啊。我感覺2秒鐘都慢了一點啊，你直接把他錢送進去那一刻，時間就沒了。2秒鐘啊，你這有的是幾百萬，對吧？有的是幾十萬，最後還欠20萬美金。你看財富消失就這麼快，2秒鐘咔嚓沒了，反應還沒反應過來呢。什麼叫快呀？這就叫快。我們再看看啊，這網上有個網友說他在紅綠市場，你看紅綠市場，對吧？相對來說還比較溫柔的。你說宇樹科技，人家7、8天也才跌一半嘛，沒有清倉，對不對？回信老師說了，你這要不賣怎麼割你啊？這位網友說啊，他說工作省吃儉用，入牛市1年，我虧了30多萬，這叫好言難傳，該死的鬼呀！這作者這麼說的啊。他說7月我爸住院那陣子，我守在病床旁邊，手裡還攥着手機看基金。那天下午科技板塊又跌了，賬戶裡又少了8000多。他睡着，我盯着那條綠色的曲線，心裡想的是什麼時候能回本兒。2025年以前啊，我一直不信股票。我在深圳上班，工資不算高，每一分錢都算計着花，吃貴一點的東西都要掂量半天。同事朋友群裡時不時有人聊股市，我聽完就過。要是人人都能從股市賺錢，那錢是從哪裡來的？我一直覺得炒股的人腦子有毛病，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碰。這說來說去啊，歸根結底就看我的節目太少，對吧？我的節目呀，我每天有一期股市節目，對吧？應該每天看，反覆看，天天看，月月看，日日看，年年看，告誡自己不要碰。哎，你碰了，伸手必被捉啊！眼前無路想回頭，是吧？身後有餘忘縮手。但你下定決心啊，把錢從你的工行挪到那個保證金賬戶的時候，券商的賬戶的時候，你的錢就不是你的了，沒有了。你要意識到這是消費，那你就會掂量，而不是說賺錢。很多人在把那個從工行往那個證券那個保證金啊證券賬戶上轉的時候，他認為是賺錢去了。哎，我這轉10萬，到時候回來是40萬、50萬，對吧？回來一個巴菲特。他沒想到我這10萬這就是消費了，沒了。那如果他如果認識到這就是消費，那他絕對不轉啊！你打死了他也不轉。那他怎麼能認識到這是消費呢？那只能天天看我的節目啊，天天念叨，天天反覆的去教育啊，才能認識到啊，這是消費是嗎？消費我幹嘛掏20萬過去啊？這個哥們就這樣啊。2025年時候，當別人談論紅綠市場的時候，他是鄙視、瞧不起，認為他們腦子裡有病。對吧？你們就是想不勞而獲，結果自己很快就變成了一個自己所討厭的樣子啊！一個偶然的機會，你看啊，什麼機會呢？2025年以後變了，高中一起到深圳的幾個朋友啊，開始在群裡聊半導體、聊軍工，公司裡玩股票的人更多，還有炒虛擬幣的。坐我旁邊那個開發，在虛擬幣一級市場賺了大幾百萬，直接離職不幹了。人家就坐在我旁邊，天天對着同樣的電腦，錢就這麼掙到了。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啊，這哥們他不幹了，他不上班了，對不對？然後做虛擬幣賺到了，這樣的人我也見過，有啊，就在我身邊的。但是啊，這個也好不了。
第一個，除非你永遠不玩了啊，虚擬幣我退出来了，我錢落袋為安。只要你還在玩，那你不能說是贏了啊，幾百萬那只不過是你暫時擁有，甚至它，對吧？不曾真正的輸入你只是暫時保管一下，未來你幾百萬不僅要還回去，還得加上利息，年化8%的利息，對吧？你得還回去。這就是典型的只看賊吃肉，沒見賊挨打，是吧？看他身邊的同事錢就這麼掙到了，我一想自己一個月工資攒下來還不夠人家一天的漲幅，心裡那杆秤就歪了。我開始刷抖音，看那些講理財的博主，越看越覺得再不進場就晚了。虛擬幣我也想過，又覺得那東西違法的嫌疑太大，最後決定炒股。我下載了同花順，2025年3、4月把全部存款放了進去。你看啊，消費了，開始消費。他不知道自己在消費啊，他認為自己是在賺錢，但實際上他是在消費，這就是最大的問題。頭幾個月我做短線，東買西賣，運氣好的時候賺一點，運氣不好虧一點，基本持平。你看，真是牛市啊！2025年開始嘛，從春天到秋天，我賺虧，沒賺到什麼錢，也沒傷到本金。那時候我覺得自己挺厲害，短線做不好的人才會虧錢。真正出事是11月，我滿倉買了一只存儲芯片股，連續2個跌停，幾萬塊一下沒了。那天晚上我特別慌，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賺回來就再也不玩了。然後我常常想，要是那晚真的收手，後面的事都不會發生。你看，一賠就盼着解套，發誓，对吧？各種發誓，只要一解套堅決不玩了。但是只要一解套啊，100%的還接着玩。這就是散戶啊，這就是，對吧？這就是你很難戰勝自己啊，這種貪欲、恐懼，人性的弱點啊。10月我又轉到貴金屬，結果虧得一塌糊塗，上班也沒心思。我在開發工具裡裝了一個插件，整天盯盤，代碼寫一行，看3眼行情。領導問了好幾次進度，我都拿話搪塞過去。你看，影響他工作了啊。過完年行情還是天天漲。2026年年初，商業航天爆發，一開始我不敢進，天天看着它漲，後來實在忍不住，在魚尾行情中衝了進去，又吃了跌停，幾萬塊沒了。到這個時候我已經不理性了，只死換股追熱點，什麼操作都做過。後來我給自己總結，做短線跳來跳去肯定不行，一定要管住手。我把股票全部賣出，一算賬已經虧了16萬多。為了不再亂賭，我把錢轉到支付寶買基金，因為賣出要手續費，想着買長線總能回本。結果7月科技大回調，基金又虧了8萬多。你說這叫什麼事啊？就是在那些天裡，我爸病重了，住院治療，前後花了10來萬，最後還是沒留住。我一邊看着基金一天天縮水，一邊看着它一天比一天虛弱。他走之後啊，我把基金全部賣出，徹底不玩了。股票加基金加上我爸治病的錢，加起來差不多40万。這筆錢是我工作這些年一分一分攢下來的。想進去的吧，把窩囊費在裡面這個漲2倍，結果呢直接除以2。後來我看到一些數據，才知道自己不是個例。2025年上證指數漲了 18.4%， 可全市場 81% 的散戶在虧錢，人均虧2萬1。2026年更誇張，前幾個月依然是近80%散戶虧損。我還看過一個新聞，杭州有個80後股民，從2024年924行情以來虧了43萬。你看啊，他完整的參與了整個牛市，結果他虧43萬，對吧？這個作者也是25年入市的，也是整個的牛市，对不對？參與虧40萬。同期上證指數漲了 49%。還有公開的數據，2025年國內45家100億級量化私募沒有一家虧損，平均收益 37.6%。這市場裡能賺錢的確實只有很少一部分人，那些人背後有往往大資金，有量化工具，普通散戶拿什麼跟他們比？這段时間想了很久，想把自己的經歷說出來，也許會被很多人嘲笑，但是我已經不在乎。
主要是想跟還守在股市里想回本的人說一句：停手吧！如果你现在賬戶還在大賺，那也保不準哪天連本帶利還回去。如果你已經虧了很多，更不要想回本这件事。過去你玩不過，現在你想着回本，只会跳進更深的坑。多麼通的領悟啊！花了40萬買來的，實際上他可以，对吧？一年花個400塊，就能買我一個會員，天天聽，每天聽，他就不會玩。但是很可惜，对吧？李大霄說啊，多打幾份工，早晚能賺回來。這話聽着刺耳，想想是對的。好好工作，好好跟家人過日子，比什麼都強。我自己已經想通了，錢虧了，慢慢賺就是了。我有一雙手，有工作，日子總能過回來。迷途知返，什麼時候都不算晚，只是有時候半夜醒來，還會想起醫院那幾天。他睡着，就是他爸睡着，我在旁邊看基金。他走之前，我沒能多陪他說幾句話，這是我心裡過不去的地方。你看看啊，這個我告訴你，這個作者啊，肯定是炒股，肯定是賠錢了。我可以非常負責任的說，這個不是他編的，這就是真正的一個股民啊。進入狀態之後就是這種狀態，哪怕他爸在旁邊要死了，他也沒心思，他滿腦子都是那個 K 線，都是怎麼回本，怎麼樣回了本我就不玩了，我怎麼天天想着都是這玩意啊，滿腦子都是，恨不得馬上就回本，恨不得明天的吧，这周六周日最好一開盤，周六周日不開盤，他滿腦子還是 K 線，還是那個各種消息。你看他現在後悔，他就坐在他爸病床旁邊，他爸實際上就是彌留之際啊，就最後幾天了啊，他都沒空說啊，跟他爸爸說說話，或者看看他爸，他沒空，他就看那個。這個通過他這個描寫啊，我就可以肯定他是100%，不是有很多自媒體他自己在編啊，他這個不是編的，是真正的。沒有經歷過的人，他是寫不出這種感覺的啊。他現在後悔，在他爸臨終之前沒有陪他爸多說幾句話，這是我心裡過不去的地方。我記得是2000幾年吧，還是10年，這我記得不太清楚了啊。那一年那個時候，哎，大年30那天下午是不放假的。我記得現在好像改了是吧？大年30那天是放假吧？以前大家想一下，以前大年30是不放假的啊，除夕也不，然後大年30還得上班，上班完了之後，對吧？大年初一開始放假。那股市也一樣，对吧？股市就是大年30那天下午還在交易，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啊？然後那一天也是那一年那個大年30啊，我們家吃那個年夜飯吃得早，他們4點就吃了啊，3點就準備了，就開始張羅了，你知道吧？結果你知道股市15點結束，我下午人家一家人都在那準備過年，對吧？準備年貨，準備菜啊，搞桌子、貼對聯，一大堆的事啊，鞭炮。我在那兒盯着盤看盤，一直看到3點結束，哎，那個肯定是賠錢了，對吧？解套明年嘛，過年了，然後那肯定也是不很開心啊。完了3點一結束，我就關電腦，然後出去跟他們準備過年。那整個過年都沒心思啊，都是沉浸在那個 K 線紅綠市場裡面。有時候周六周日不交易，对不对？但是你也高興不起來，然後呢，對吧？臉色也不好看。就不想跟人說話，就是你就是被那個整個心思都在那個紅綠市場裡面，所以你就要理解啊，那個建功爺叔啊，他為什麼一到點兒他要去那個什麼公園裡找人辯論呢？那他已經進入那個狀態了啊，他離不開那個紅綠市場，他一天24小時，最好除了睡覺，剩下時間必須都放在那個紅綠市場，那他才能用這種来充實自己，才能填補那种啊，就是被套牢之後那種無助。那種想解套那種，对吧？他不容许別的事情來干擾，他腦子裡裝不下別的事情，只能裝下這一件事。大部分這個金融消費者都是這種心態，就是散戶都一定是這種心態。越炒人越頹廢，越炒哎稍微第二天賺了一點，那你看那個興高采烈的，感覺自己又行了啊！一被套住，然後就發毒誓，以後解套堅決不玩，誰玩就把手剁掉，對吧？這種日子再也不想過了。但是一旦解套了，立馬前面就忘了，為什麼呢？就覺得哎呀，我前面忍受那麼的痛苦，對吧？那麼的煎熬，我憑什麼就這樣呢？現在行情這麼好，對不對？我都解套了，還不賺一把？好，賺了10%，還不走，對吧？10%那行呢？
我怎么对吧？我这這麼多年給我套住了，我這怎麼着？我算利息對吧？也不值這麼多了。這時候開始算賬了啊，行，怎麼着得賺20%。好，結果你又賺了對吧？20%還不走，為啥呢？對吧？那雖然利息賺回來了，但是我這些年對吧，付出的汗水，我這受的委屈，他把這折算啊，好30%，結果到了30%還是不走啊，反正你是走不了的。30%最後想着翻1倍，對吧？你看翻1倍多好啊！有的時候還會出現湊整兒，說哎，你的賬戶整個的這個你的這個市值啊89萬，有的時候就下決心說哎呀，到了100萬我就走，對吧？把手續費扣掉，一賣100萬整我就撤了。結果到了100萬又不走，這玩意兒到150萬就好了。就有時候會這樣想法啊，湊整兒，這什麼心態都有。最後啊，反正最後不是又被套住，一定是這樣。給機會他也不走，走不了了啊。所以說我說啊，你從那個把錢從工行拿出來放到那個券商那個賬戶裡面去的時候，就已經標誌着錢不是你的了啊。你要抱這個消費的心態去看。實際上，為什麼很多人去炒股呢？我這裡我要說一下，其實我也特別理解，因為我就是對吧？我就是叫什麼深度啊，資深散戶。有很多人他本來他是不炒股的，這個作者一樣，他為什麼後來炒股呢？就是因為有可能他就是失業沒事幹，他剛開始也不願意炒，後來老被人問他也找不到工作啊，老有人問他你在幹啥呀？然後他也無聊，對不對？又空虛，然後一看也沒希望，你說我找工作也找不到，那你說我幹啥呢？哎，手上一看還有窩囊費40萬，完了之後再一看這個，哇，那邊牛市對不對？今天是人工智能，明天是航天科技，哇，這個天天都是牛市啊！一看那個媒體報道是吧？哎，穩中向好，牛市回來了，1萬年不是夢。在這種烘托之下，很多人一看，那我與其在這天天窩囊，對不對？沒事幹，天天被人問，那我炒股，我萬一賺個100萬，對吧？我有錢了誰問我也不在乎，這是一種。但是被周圍輿論啊，那弄得他沒辦法，他得給自己找個事幹，實在找不着。這是一種，這種還是多數啊。很多碼農為什麼一失業他就開始炒股啊？這就是被這種氣氛搞的，沒辦法。感覺整個社會啊把你往上趕，你最後沒得選呢，只好選紅綠市場。還有一種什麼呢？還有一種就被人忽悠的，就是你一上這個抖音啊，一上這個社交媒體，一看晚上都是各種忽悠啊。比如說啊，哎，你不試你怎麼知道你不會飛呢？對不對？你現在靠你看你這樣子，你還有什麼前途嗎？沒有機會了。現在這是大科技是吧？這個高科技啊，人工智能這個時代你不抓住，你不理財，財就不理你啊。就各種說法對吧？你不去抓了，你靠什麼翻身呢啊？你靠你的一個月拿1萬2萬，你一年掙多少錢呢？啊，你10年20年你能掙多少錢呢？沒機會了，對吧？你得試試這個，你把你的窩囊費放進去，然後加個槓桿，一下漲10倍，對不對？現在你看都在漲。那好多人一聽，對呀，我要靠我苦哈哈的拿工資，對不對？拿窩囊費去攢，我攢到什麼時候啊？你看這樣翻2倍、3倍、5倍，很輕鬆啊，對吧？你不通過這個財富啊，馬不吃夜草不肥啊，對吧？人不發橫財不富啊，你見哪個人靠上班富的？哎，這麼一說好像有道理啊，對吧？那我這一個月才賺1萬，怎麼可能富呢？所以好，他就被忽悠了，把錢拿出來。再加上看到身邊有人啊，那誰賺了3倍、5倍、10倍，把錢就放進去了，然後從此叫生不如死，後悔了，想回頭，可是回頭無路啊。你看那個建功爺叔現在說什麼？他現在唯一的心願就是解套，解了套他就能安心走了，都已經心涼到這種地步了，可是他就解不了套，對吧？現在2塊多。他的願望是到3塊，好像是2塊8吧，還是多少，他就走。曾經到過，對不對？去年前年到過啊，連拉5個漲停，他不走啊，給他機會他也不走啊。我不說了嗎？散戶他走不了，他即便走了，後來他未來他還會放進去。所以靠一個人去對抗這種引誘、誘惑力、地心引力很難。所以呢，你最好的辦法就是看節目，對不對？天天聽我絮叨，告訴你啊，這紅綠市場不能玩。堅決忍住，你要玩，你就抱一個消費的心態。你說我這5萬我不要了，或者說你說我的紀律性就是高啊，我比你強，那你給自己立個規矩，就掙10%就走，對吧？天塌下來你都不看，都不回頭，對吧？
一刀下去就走了，坚決不多要也行。但是啊，大部分人做不到这一點啊。到了10%還有20%，到了20%還有30%。這個7月份是吧？這個韓國的資本市場也讓韓國消費者也是，對吧？爽的不行啊！哎，我們說我們的紅綠市場也這樣那樣的毛病，但是人家韓國沒有吧？是吧？然後韓國呢，你看啊 ，SK 海力士、三星，那都是，對吧？那個日进斗金啊，那是真的賺錢吶、人家市盈率才幾倍啊，那照樣對吧？這麼好的市場，照樣讓那些人褲衩子都賠沒了，幾十萬人清倉，幾十萬人呢背上負債呀。一個韓國女演員白珍熙近日在油管頻道上大吐苦水，稱自己股票投資嚴重虧損，生活拮據到連咖啡都不敢買，甚至盤算下雨天接雨水來喝，用來洗澡。有網友熱心傳授炒股心得，也有人坦言看到明星也虧成這樣子，心裡平和了些。根據這個白珍熙在8月21日發布的視頻中自述啊，說韓國股市近幾個月經歷急漲急跌的過山車行情，尤其6月至7月間多次觸發多空熔斷機制，令他備受煎熬。雖然進入8月後市場似有企穩跡象，部分投顧機構也認為可考慮重新入場，但他顯然仍未走出陰霾。他表示最近根本睡不着覺，每次查賬戶餘額，心情就沉重到了極點，總後悔早知道當時就賣了。他承認自己因貪心等待更高點而錯失賣出時機，導致損失慘重。不管是韓國明星是吧？我記得咱們不也有個明星嗎？咱節目也說過，對不對？是個女的，快40歲了，把自己的這個一點錢全給套住了，現在跟他媽啃老是吧？跟他媽要錢。最後再說一說紅綠市场啊，今天紅綠市场，亞太紅綠市场在咱們的帶領之下啊反彈。根據財聯社報道啊，8月26日，日經225指數漲0.62%，韓國 KOSPI 指數漲0.97%啊，都是在我們紅綠市場帶動之下反彈。我們的呢，那當然都是在漲了。上證指數上漲0.59%，深圳成指上漲0.69%，北證50上漲0.45%。你看看，慢牛啊！科創綜指0.49%，創業板指數0.51%，科創50是1.71%啊，全部是紅的，飄紅。也是在我們的帶領之下啊，亞太股市全部全線反彈。昨天加上昨天，那就是連彈2日啊。昨天好像沪指又是漲了嘛，今天也漲，慢牛啊。唯一有點不太好的就是成交量進一步縮量，那就籌碼進一步锁定啊。今天這個成交是1.82萬億，比昨天少了200億，叫地量有地價啊，這是股市有一句口訣啊。連續2日縮量，就是籌碼鎖得更死了，鎖得更死。你要這麼想啊，大家都不願意賣是吧？鎖得很死是吧？那行，那就往下再來一點，看你賣不賣。也很有可能就這麼操作啊。2946家上漲，2448家倒車接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就是一半的金融消費者，对吧？這心情還是不錯的，但是有一半的金融消費者心情不太好，一旦深入其中啊，很難自拔。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